日子有余事，兔子无我尽。好所写的一首离歌啊！景道啊，景道，你可记得我们分别之时许下的那些诺言？那一日，方梅分明答应，一定会等着我，等着我啊！只可惜，那是我们都太小，怎记得这别离滋味？又哪里知晓这丝丝的艰辛啊！
万雄于保佑朝廷之子贼，不问出身，不问贵贱，皆可上来必死。
你的姓名，我再告诉与你。才下父亲长孙，待命长时下阵，一个生死。张先生，小将军，你快枪！竟敢巧造给败，戏弄朝廷。相爷，你我都审不出了吗？哦，原来是千金郡主凤儿，张先生，事情你可审出我来了？真的是你吗？一别多年，你还没有忘记我啊？怎么？两位相识？边相爷，小人与千金郡主乃是还是外不？哦，原来是真是。是
苦儿杀不灭，且是实招剧情。朝堂之上，审议已决，封宇文皇为千金公主，死魂莫本。今日来的得胜者张生生，即把宋庆事护送公主上凡。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冤家莫本。老夫待他罪万千之名，愧谢公主。大罪万千之名，愧谢公主。
前面路途，将公主的胭脂马牵来。公主前面路途乱将不复前进，请公主上马而行。我们这是到了什么地方？已是塔木深处，离都金山不远了。离都金山不远了，真是。事实上，你我相关同行之路，谁要追到行对了？请公主上马。我想起长孙大人的所见，公主，这千里追风军，心情刚烈，难以凶恶，公主席上空虚为心，心性刚烈，心性刚烈又能怎样？到头来还不是人生去世，被生气。莫非你杀不得？不，公主，那便是杀得。这个大人，今日因我吞吞吐吐，这可不是让我认识的那个张顺生啊！他也会有。罪宋庆氏张顺生我安利。可等有礼，可等是什么东西？禀公主，这可等便是汉家守城王妃。礼到如今，我还不是他们的王儿。你告诉他们，还是称我公主为好。哼，好一个李养一子，莫中无人的混家女。公主，看天色已晚，还需开些官路才是。那就让他们前面引路吧。
你正是大人，请好，请也。公主，是你，公主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陶醉吧，陶醉，好心后方，去一个无人的地方，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的世外桃源，一个妇女先生笔下的桃花源。不可，你是不可，我便是不愿。你不要再说，我已经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朝廷把我气，扶我，将我杀，事情虽然你也不要我了。公主，你往哪里去？不用你管。这里是杀戮无论，无论进行，是要送命的。
定。我不过是个丝毫的物品，死也何妨？不，公主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
你看他们层层是那，原来大漠色彩竟是这般苍凉的呀。
解可等？慌慌张张为了何事？启禀可等，因为中原人之贼张顺他身上外张茂，手下问他做什么，他抢尊身逃走。手下见他一击可逆，便将他拿下了。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风苗，怎样曾叫他何？大汉水里为贵，谁叫进屋房？想不到你们中原还有如此的勇士，连我曹娘自己也望尘莫及啊！还望过奖了。还望何时如此高兴啊？90岁月，今空中两只大标贼真枪一块玉石，我交给张顺大人两只一击，问他能对谁下？不料张顺大人出马上线，一见命苦。两只老雕便应声落地，你看，故算是一箭射下上雕。是哈，一箭上雕，一箭上雕啊！哈哈，还我！可得，于是，要是与张顺大人相杀，并请问我。做子什么事？这是长王给你送来的命，你自己看吧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出了事。出了大事，出了天大的事长欢离欢，传香娘见头
见老子灭还早地归朝，你归是不归？这个赵先生，臣尽力是长乐曹学，这便是了。本王只看这里3万兵马，常理统领出征。他军的去长安之人，便是你列土父王之人。快报，大王，我比张生大人来，你怎么变点冤枉？不，张生比如他曰，这群有几次？何事？肯定二王缺乏新兵动子，此见人也让谁也许想说的，不许走也。我再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罪还是累？张先生生于中庸，长于中庸，那里的土地就是我的家园，那里的百姓就是我的父老乡亲。可我等要我做什么我都苦尽答应，啥要我赔本不过身，人家要痛下去了，啥不过这是万万不能啊！我求你，可他休再相骗。这次也是张先生方难聪明，张先生，这是我妻子竟然不分明，心不大，再言一你与我罪，回到你的中原去吧。
保元死的来大军，才到长安进阵去立。你将我错归长安，王妹，你也是情非所愿，生不由己呀。长
转败成真的缺损，是我对不起你呀。可得不必为君，愿非女子故错。本王身为草原之主，早已十足中原。称霸天下之心，然而前不出无言，当是泪受度了。汉王，逼汉王苦等，他随时辰到。圣长，圣长。汉王御礼，口等修礼。正是太中原圣主西出阳关，本王不受官禁。汉王不必多听，本是带来他随天子圣谕，有请汉王听旨。本王请着，正是年来。尊师办诏，杀不了口岸，跪听宣旨。本王为上才生，难以下跪。此乃天子诏书，可还听到下跪听诏。臣上之人也能下跪。你既已相随，当按君臣之礼行事，焉能不跪？我家国王乃草原之主，从不向臣下跪。相随之人听到下跪，不会下跪，不会下跪，不会下跪。
情形你是知道的，切不可为区区理解过于真正。为何上报，今为他过，而往内踏过天子，不愿相会，本是岂能相洽？这是他随皇帝也因可等之情，封可等为他女公主，公主即为嫡女，二王便是他随驸马。二王想来曹岳也是有欧血之理的吧？这个可得，外王，谁是说的，也有几分道理。那本王只好万里外王，一死了。还我可来，我本王愧惧生子。还我他虽天子一书，杀不虑口耳，杀不虑私怨倾向，正以女花关谷为玉帛，请封宇文广为他女公主，此行呀，依仗公主萧炎城的自信，今特别遣使王必行于复请杀不虑，愿家儿家婿长使天下大义，世经万事不惧情好，请此。上领子谢。
可恨不因病法，实乃莫不知不应景，请公主节哀。公主，托大人之福，我一个亡国失亲的孤女，有着了谁死的公主，你还在恨我？其身天涯，苟且救生，我哪有资格恨你？与真个恨你？张先生，愧对公主，愧对公主。是啊，你对我的怨恨，今生今世可来难以消解了，难以消解，难以消解，难以消解。也能消解，恨藏心。我也知道，公主在心中怨恨，却还是帮了我。帮你？我何曾帮过你？那是扬州之上，尚不是公主从邦定心好言相劝，以上不虑君臣之心情，可谓恨生死多。到那时莫失掌握，便是你长孙之命，怕以难尽报绝。你以为我是怜惜你的性命吗？你心思不行，此刻我就想一去，取了你的性命。杀人无凭，公主的伤痛，化解公主的仇恨，赵孙生甘愿承受。家，冤家，你才是我的冤家呀！
前度之险，你还是最吧。敢问公主，王儿如何打算？打算？我问你什么打算？谁知在你们这些文政武将的无助之下，国父命将天下一统自杀可待。我本已在我新兵东征之力，我也只好生命力。事情当然可引将结为，而错要你说这可等之为。他当然想去的是真正的大帅公主与我何干？此次我可以真群身上令公主为曹，为曹，为大姑丈。以为我为王强过人家罪，真心甚至是无吗？那杨戬怎会毫无芥蒂把我当作女儿？都不过是怕于隐私，逢场作戏，
罢了。叫我不要再叫我工作，总愿我是回不去了。从今宇文芳怎能是孤身一生终老？打我关心委屈吗？你要怎做了，你也要怎做。自由于死，徒自负还境。
家子，飘绿色露天，飞有明君去，偏上冤家心。他那复仇之心，至今依然未死啊！他将满腔悲苦，却负着断肠死啊！长孙爱卿，臣才，你可知他你公主写的这首诗吗？微臣略有耳闻。你难道没有看出那是一首反诗？反诗，其实现朝众生层层跃动，亦要感觉我不明白这首反诗，便是才子。圣上，依臣相看来，诗中无非抒发些理想冤家之怨，绝无反意。爱卿可知陆廷二十肉子，分明阴才本草。只怕有人捕风捉影，看清身上明藏。今日找你前来，就是要请你再往督军，将那杜兰库儿送去一道灭诏。别走，这要那杜兰库儿太子辞掉宇文芳。而且因何是此慌张？圣上用兵，依臣相所知，他女公主是亲为帝女以来，一心相扶，平无反意。那里臣下府莫不早哦，归朝之前，曾与他女公主出来，公主轻快下身，下保证今日绝无兴兵东征之事。红口白牙这样的保证，你也信得？这从未相信那宇文是为真心活想。长久以来，这宇文氏始终是朕心中的一块心皮。此片不知这情色那我圣上，圣上再死。此事这一句，爱卿不必多言，这大要问问，爱卿为何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替那宇文氏争辩？莫非正是传言所闻？你二人早已暗通私情？长孙爱卿，你该明白一个道理：人生在世，相为之事未必可为，可为之事未必当为。此时此刻，何时可为，何时当为？爱卿还需周于权衡，好事为之。
不下，尔等所将此灭遭贼送莫不多来苦儿，自要万无一失。好，杨戬之意，怎和本我自信了？此经莫不过貌合神离，夫不至于则他破坏自为。本王只有背靠他谁，才能拥抱着莫不草原。黄王自会虽老小，他的女子名本是叫我背靠杨臣。
何曾死扯他干？来人，黑纱过面，汉子中男女别人来呀！且去本王金彩马队与我醉啊！去了，奔走了宝剑，你我在此歇歇片刻，随意过过。这片望
像曾经来过。可记得你我初来大漠，突然牺牲边疆，敬仰你的言辞吗？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且问你，你为何得罪你当漠不惧我？你与这只多兰，他为什么？这个是杨坚派你来的吧？他命你千里转账，暗地里与灭之多兰，是此处心积虑，关心杀绝，与真为娘我生着掩门。这，你今日所为，杀被杨坚之下，他岂能容你？反儿，你是国之重臣，你是天下名将，你与你自古名天下的宏远，你与你标记大将军的荣光，所有这些，你于是我方得下方儿。
他引红了万丈天际，耍红了千里黄沙，真美呀！是啊，好美呀！宇文芳跪对天下，死不作戏，反不可累你所罪，毁了你的性子。天下不能没有你，长孙死不。真正的大梦。
心，凡是云，佛是雨，草花龙城。今日你随顺间，相消有缘，托绿我红尘桃吊银孤影。看此谁，我把当回之事多做情啊，到头来相为之事一无才，长夜梦难醒，梦醒了无痕。天马惊到一片黄尘，一脚背沟上余恨。只留得天马惊到一片黄尘，一脚背沟上余恨。一脚背沟上离恨呐。明天我就要在父亲这里，为什么要当着你做冤
与模板，为什么不能修完服侍你？是啊，事故不当场，那该多好啊！事故不当早，那该多好啊！曾因此道作，枝叶相牵磨，语句别交错，话是心切落。曾因此道作，枝叶相牵磨，列字有意思，突字无完起，突字无完起。方位，大贼以往，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，都已烟消云散。世界累积我们的，便只有这首离歌。